今日我想同大家分析2026年世界盃 F 組嘅焦點大戰，荷蘭對日本。荷蘭向來係世界盃嘅傳統勁旅，後防由超級大佬雲迪克做核心啦，配合埋雲迪雲啊、艾基等等嘅高質素球員。中場由法蘭基迪莊負責組織，配合埋利物浦嘅加分比，可以話既有組織力又有掃蕩能力。前鋒嘅排面就弱一啲，相信佢哋會繼續依賴加普啊同埋馬倫啦，佢哋都未算係頂級嘅射手。但我相信佢哋有能力撕破日本嘅防線嘅。至於日本方面，後防有伊藤洋輝同埋啱啱傷愈嘅富安健洋鎮守中路啦，防守未見得特別穩陣嘅，尤其是面對高大同埋對抗性強嘅前鋒日本嘅後防更加俾唔到人哋信心。而亞洲盃即使面對伊朗啊、沙地阿拉伯嘅前鋒都吃盡苦頭，去到世界盃面對牛高馬大嘅歐洲前鋒更相信會係更大嘅考驗。日本嘅中場相對上就好強啦，有幾位英超嘅球員啦，仲有唐安諾呢個好波之人。前鋒就仲用荷甲嘅射手啦，上田依世。呢場比賽好多人都睇好日本，始終喺友誼賽佢哋先後擊敗咗英格蘭同埋巴西啦，好多人都覺得佢哋可以逼和啦，甚至戰勝荷蘭嘅。咁以投注嘅角度嚟睇我同好多球評家一樣，相信日本嘅傳統踢法同埋極強嘅合作性可以帶俾荷蘭一定嘅壓力，但我唔會喺開波之前就買日本下盤嘅。我會等荷蘭先入波，始終荷蘭嘅三線質素都真係比日本好，而且球員高大啦，可以喺角球度穩着數。荷蘭入波之後，日本應該會係仍然受讓平半啦，或者轉咗去平手盤嘅。呢個時候我會買一手日本，我相信佢哋有能力追平，最起碼都唔會輸2球俾荷蘭，呢個係最穩陣嘅投注方法。咁如果日本入波先又點處理呢？到時嘅盤路應該會變成荷蘭讓日本半球，我就會買一手荷蘭追平。總括嚟講，荷蘭嘅牌面上實力當然較強啦，但係熱身賽嘅表現實在令人擔心。日本以超高嘅氣勢殺入決賽周，受讓半球嘅情況之下有相當大不敗嘅空間。此消彼長嘅情況之下，我相信我上面所講嘅投注策略就係最適合呢場比賽。希望我今日嘅分析幫到你，我係沙維，祝你贏多啲。